老师，你说谁能拒绝一个小白虎闯关卡？我觉得恶龙可能都招架不住。对。哎，不过你看这姑娘啊，真的是非常萌的啊，那个表情啊，真的是特别可爱。我们的小奶包闯关，他这个表情。好难，一定要很快。继续，好的，赶紧，动作要快。好的，哇，这个环节完成很好，再跳，漂亮。哎，哇，这动作相当连贯，很丝滑。哎。 站起来，哎，动作很轻盈，连续跨，好的，漂亮，哇，有惊无险啊！这个小姑娘还很果断，不是那种犹豫的女孩。哟，就这么简单吗？今天角色信念感是在了，从始至终，我都是宝清房主。来到了此路烫脚，好的，思路清晰。你看她的核心力量不错，而且她的身体啊就很好。你看她过关都是，她没有双手，哎，很轻松。啊，这是爱的魔力转圈圈。哇，这个姿势非常有宝清房主的味儿了啊！轻松通过。宝清房主遇上圆珠骑士会怎样呢？好的。 哎，第二只猪抓住，没问题，有惊无险。你看今天这3只猪啊，没有一只说到时候该停顿一下的，都一直不停的在跳动，这个难度增加了。好的，哇，哎呦，很好。啊，来看看，哇，一鼓作气，哇，漂亮，漂亮，太棒了。她呢？ 在每个器械前，她没有太多的犹豫，这就是这女孩的特点，一往无前。对，就是果断。东西呢？我相信他平时经常进行，包括游泳等各种健身，他的臂力也没有任何问题。他企图靠他的萌的表情蒙混过关，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冰箱在向你招手，哎，这将成为今天呢第一个登顶成功的女勇士。哇哦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恭喜！ 这边，恭喜我们的奶奶！恭喜恭喜！真把这个冰箱送上，恭喜！拿有冰箱吗？有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对的。这个冰箱贵吗？可以，恭喜！哟，少年人，跟我学习。勇士郑乃馨实力闯关，萌萌惹人爱，一套丝滑转体360，赛场秒变游乐场。 身手灵活，稳健步伐。少年人想学吗？我们宝清房主可以教你。我们奶奶常说的那句话：“你是我的神。”
这个装束实际就是配重的。加油！好的。哎呦，动作非常的优美，向前走步式的落水，直接一步踏上了薛定谔的桶，姿势非常的标准。大家看，这叫什么呢？这个不叫向前，也不叫向后，而是叫做直接向下走步式。猫和老鼠果然是真的，有画面了是吧？这个清水里的呢，就叫鼠标。我感谢我的好兄弟把我送到这个节目来，然后呢也非常期待他来好好的玩一次，因为他这个跑酷的能力什么的还是挺强的。一文落水激起千层浪啊，就能不能有一个争气的？啊，我现在这一个快递单号呢，又将在我的这个字典当中勾去，拜拜。吴雅璐一身长裙，仙气飘飘。现在首先出现在15千年。但不确定的是，这身衣服是否合适闯关啊？他想告诉小伙伴们，没有问题。他在15千年的球上静静思考他美丽人生。休息一会儿，好，休息一会儿。今天不仅是吴雅璐露露，也是我们的白浅。这个动作非常潇洒，不要犹豫。哎呦，马上杀回马枪。好的，现在转身来，马上动作快，不要太多犹豫，赶紧。完了，哎呀，叶欢，你放过我吧。白浅落水，哇，这简直是出水芙蓉啊！不要拿走它。我过了几关？1、2、3，比我想象中好哎！气得我翅膀都掉下来啦！哎，非常可惜啊，冰箱又没了。